最失戀要受責備，何必將責任背起？有警察嚟趕我哋走，平時都係咁，但係今日算少啦。平時可能呢個時間已經2次。你哋都唔俾人申請啊，Sir？有人報警啊？係啊，呢單啫。哦，好啊，好，得，好，得，我哋處理下。大聲少少。好啊，明，好大聲。好。面對驅趕係旺角街頭表演者面對嘅日常。雖然佢哋事前可以向當局申請表演許可證，點解部分人寧願冒險打游擊咁演出呢？究竟街頭表演者喺表演路上遇到啲咩困境？佢哋又要點樣適應呢個制度呢？22歲嘅 Stephy 係半職街頭音樂表演者，有4年 busking 經驗。呢一晚同隊友去到旺角港鐵站 E1 出口 busking， 佢話街頭表演累積嘅人氣可以為佢帶嚟工作機會，甚至連偶像都會留意到自己。24年叱咤嘅期間，咁張敬軒啲 fans 就嚟拉票，然之後咧咁啱嗰陣我唱緊《青春告別式》嘅，之後就 po 咗上 IG tag 咗張敬軒，已經睇咗啦 ，like 咗啦，之後 follow 咗我。我呢個係勁印象深刻，因為我好中意張敬軒嘅。原來 busking 都可以有明星見到你嘅咁樣。當佢哋唱到興起，晚上9點幾，有警察嚟到。咩人叫我哋走？之後 Stephy 同隊友停咗表演。啱啱 Madam 就叫我哋執嘢走，咁然之後第二個警察嚟咗之後都冇抄我哋牌，因為見到我哋走緊，即係執緊嘢。咁但係平時呢，佢哋就會唔理就抄咗先。呢一次嘅表演，佢哋事前未有申請。Stephy 話呢日佢哋唱到2個幾鐘已經算好彩，平時呢個鐘數已經俾警察趕咗1-2次。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任何人不得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喺公眾街道或道路上奏喚樂器，除非向警方申請及獲批許可證。中意 busking 又中意喺旺區 busking 嘅表演者，點解唔申請呢？旺角站 E2 出口另一隊表演者 City Echo 同樣冇同警方申請演奏樂器嘅許可證，大約晚上7點幾就有警察嚟過一次。我哋可能太大聲，咁有個方法咧可以幫到我哋，又幫到大家。大家行近少少，包住我哋啲聲嘅話咧，就唔會俾人投訴。我哋都會盡量控制下個聲量，咁 OK 係啦。JL 李冠傑係香港街頭音樂聯盟 City Echo 嘅創辦人同埋召集人，擁有14年街頭表演經驗。JL 話喺呢個位置表演，唔係唔想申請許可證，而係申請唔到。我哋向牌照科旺角區嘅牌照組去洽商過嘅，無論係 E2 出口定 E1 出口，或者係豉油街嗰邊嘅位置，其實都係唔俾申請嘅。JL 表示喺香港可以成功申請到許可證嘅地方係少之又少，旺角基本上只有旺角東火車站，而銅鑼灣就只有東角道。至於尖沙咀等好多唔同地方已經唔會發牌，所以幾乎冇表演者會去嗰邊做 busking。咁警務處嗰邊有冇俾到一個 list？你話好詳細寫明就係邊啲位係可以俾你去做 busking 咁樣？冇一個咁嘅名單嘅，係我哋自己要 propose 想喺邊度，然之後佢哋再去審批咁樣。街頭表演者喺同執法者溝通之中，拼湊城中容許表演嘅地圖。呢日 JL 同一眾表演者嚟到銅鑼灣東角道，而今次佢哋表演就成功拎到警方嘅許可證。我哋盡可能都希望守法咁去進行街頭音樂表演嘅。有一啲嘅空間，即而且佢係覺得唔夠清晰嘅時候，我哋就冇辦法向警方申請喺公共空間使用樂器嘅許可證。
表演者需要喺14個工作天前提供發起人、所有參與者嘅身份證、簽名以及歌單等資料，交俾表演地點所在警署嘅牌照科去審批確認。不過，就算拎到警方嘅許可證，都唔等於獲得免死金牌。喺牌照上面有一個好關鍵嘅位置，就係我哋做街頭表演係基本上係一定要用到擴揚聲器啦。咁但係喺呢一個牌照上面，其實係冇一個可以申請使用喇叭嘅部分。所以就算我哋申請咗用樂器，只要我哋申請咗嘅時候有執法人員接到投訴話我哋係噪音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可以直接驅趕我哋。咁所以都唔係話你申請個牌照就一定可以順利安全做到。喺公眾地方表演所用到嘅樂器、揚聲器及咪高峰都係受噪音管制條例規管，而環保署網站只有講到該條例嘅定罪門檻，在於噪音係唔係對他人構成煩擾，並未列明聲浪嘅分貝上限。所以警方接到投訴後，會根據當時嘅噪音情況是否合理嘅原則，去判斷有關噪音係唔係造成滋擾。只要問會問。現時香港並冇專屬法例監管街頭表演，亦冇專門政策同制度管理、發展及推廣街頭文化。2019年 JL 自己捲入官非，俾銅鑼灣時代廣場嘅管理公司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佢喺嗰度嘅公共空間表演。當時係2019年嘅大概9月、10月嘅時候就收到第一封律師信嘅。咁然之後時代廣場嘅管理公司就透過律師就向我同埋其他使用嗰個空間做不情嘅人去申請禁制令。咁官司上面係輸咗，要去賠償呢個訟費咁樣咯，係啦。表演、投訴、驅趕係表演者、居民同執法者嘅日常輪迴，呢個似係個解唔開嘅結。我哋曾經係試過同一啲議員、立法會議員去提出嘅，咁佢哋又喺立法會提出過啦，咁但係其實都未有啲咩下文，因為根本呢件事情都我哋冇一個好 official 嘅團體啦，亦都唔係牽涉好大個群眾啦，亦都冇一個急需性，政府覺得需要去處理我哋嘅事情住咯。我覺得規管其實係有完善嘅係好事咯，但係嗰張紙咧個價值喺咪度咧就 Busker 自己睇嘅啫，又唔係幫我哋，又唔係幫啲居民咯。我發現有一班觀眾都等緊我嘅，係會固定有幾個觀眾，佢係特登話：我知你 busking， 我特登落嚟睇你嘅，即係我係為咗佢哋而繼續出。